咱的监察院上新一期的廉政专刊嘛出来了，上届受到注目的，当然就是公务人员的财产的申报。总统蔡英文存款5200万，比顶一届申报增加407万。另外，交通部长林佳龙甲夫人廖婉如共同申报的存款是1亿5000万，比顶一届申报增加2450万。再加上一寡股票证券，林佳龙翁仔某的家产至少3亿。台铁铁路过后意外发生了，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无离开过花莲。进前讲过已经口头离职，面对刷落来日子，凡事暂时唔免烦恼。上新一期廉政专刊，林佳龙和夫人廖婉如共同申报存款1亿5000万，比顶摆增加2450万。阁有1亿3000万有价证券，无算土地，林佳龙翁仔某财产至少有3亿。是因为我太太，他们家族有一些资产的清理，包括投资公司的清算以及一些股票。林佳龙办公室回应，财产增加是因为太太后头厝需要替分配收入。不过短短2年以来，就发生包括2019年华航机师大罢工、中原空服罢工17天，远东航空宣布停飞。2021年西滨连环龙2死8伤，苏花游览车弄山6死39伤。台路过后败马以外6件重大事件。再度的改造台铁，让大家安心搭乘，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。但是面对这么重要的一件重大的事件，当原因事情清楚以后，谁该负起责任就负起责任。这摆廉政专刊当中，另外一个焦点就是总统蔡英文虽然存款增加407万，超过5200万，不过和2006年相比，敢若存款就超过1亿。减要一半公开透明的财产申报，和政治人物的财产，搁一摆引起讨论。